那今仔日9月28是孔子公的生日，嘛是教师节。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参加师铎奖的颁奖典礼，有72个老师来得奖。这种亲自莅临，每一年都到我们的教师代表大会的现场，给所有的老师们加油打气勉励。台湾的教师在教育现场落实防疫措施，是最关键的执行者。今年获得师铎奖的张尚存教授是台大副校长。今日是今年师铎奖的颁奖典礼，总统蔡英文加行政院长苏贞昌我那亲身出席。今年包括台大副校长张尚存在内，总共有72个人得奖。不过，在北国小的蔡万心主任虽然有得奖，但是不幸在今年6月过身。总统我那表达伊的关心加遗憾。今年终于获得师铎奖，却因为意外的发生而感到遗憾。另外，对于咱国时阵伫钓鱼台海面扣日本保安厅公务船弄掉的事件，苏贞昌我那表达立场。我们了解情况后，也会要求日本要说明到底现场状况是怎么样，不得对我国的渔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。同时，苏院长我那要求海巡署调查，要来保障咱国渔民的安全。